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27日时去中国访问，有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见面。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这是两国双方在落实两国的元首的共识的一个重要的活动。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到北京了后，甲王毅见面，随举行闭门会议。中美关系攸关两国，牵动世界。过去几年，两国关系充满了波折。在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的战略引领下，我们实现了重返巴厘岛，通往旧金山。We are working to ensure that competition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and that we find ways to work together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And all of that requires the kind of strategic and substantive and constructive dialogue. 美国11月总统大选，苏利文这次主要是要维持沟通，双方把伫咧2022年到2023年之间必须扩大，包括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抑有间谍气球事件，过几个月才刚好。不是去达成新的突破性的进展，而是通过战略沟通来延续过去1年多的中美关系稳定的态势，并且避免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新的危机。这种战略渠道的对话，中方都可能把台湾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我想这次也还会持续的谈。当然，我不认为台湾问题是一个短期的危险。但是我觉得在3-5年内，它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和危险。这是2016年到达美国白宫国安顾问第一遍访问中国，苏利文甲王毅自去年5月到即马有4遍战略沟通，主要管控两国之间的竞争。最近一遍的会晤是今年1月伫曼谷，苏利文直接甲中共外交高层无事先公布就举行会谈，大家也伫咧注意，伊这边访问中国，是毋是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